大家好，我係 Channy，今日係8月19號，今日係宇樹科技上市嘅日子。咁今日有咩行情同埋亮點呢？我哋大家一齊嚟睇下。今日主要就同大家講3個點啦，首先就係宇樹科技上市，咁佢一簽咧就係賺47萬嘅，仲有就係小米嘅財報，同大家去解讀翻啦。喺開始之前，我哋都嚟讀一下免責聲明。本資訊僅供閣下作一般參考之用途，並無考慮個別人士的投資目標、財務狀況及特別需要，不構成任何類型或形式的邀約以及邀請的遊說、招攬、推廣、引誘、聲明保證，亦不構成購買或出售本資訊內所述任何證券、金融產品或工具的任何意見，或建議閣下在作出投資財務決策或購買任何投資產品前，尋求獨立的事業意見。此操作所產生的一切損失，本機構概不承擔任何責任。咁首先就嚟睇下美國嘅長債收益率係居高不下嘅。咁第一就係美國7月份嘅財政赤字達到咗創紀錄嘅4320億美元。咁就推動美國國債總量逼近40萬億美元。第二啦，就係 AI 產業鏈嘅債券發行嘅融資需求係激增嘅，譬如話亞馬遜、Alphabet、英偉達、AMD 等企業，佢哋都推出大額長久期嘅美元債，用嚟數據中心同埋算力基礎設施嘅資本開支。咁好多朋友都有關注到呢一隻宇樹科技啦，佢上市首日係高開630%，咁如果中一簽嘅話咧，你就可以賺差唔多50萬，佢嘅市值係超4400億嘅。咁都有朋友係持倉有09880優必選呢一隻，佢今日就跌差唔多10個點。會有朋友問點解咧？咁就係有一部分資金去咗宇樹科技嗰邊，所以就呢度嘅資金就被抽出嚟。但係咧，呢一隻嘅基本面係冇改變，冇問題嘅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等等再觀望一下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張人形機器人產業鏈嘅全景圖，大家都可以去睇一下。跟住人形機器人嘅核心零部件就有呢7隻啦，同埋呢度就有個人形機器人嘅核心零部件嘅拆解圖。感興趣嘅朋友都可以截圖放大去睇下。我哋呢度都有講到09880優必選呢一隻。咁佢嘅港股嘅人形機器人嘅核心標的咧，就有優必選啦，同埋粵江科技，同埋極智家。咁喺核心零部件部分咧，就有呢4隻標的03952，同埋00179德昌電機控股，仲有02692兆威機電，同埋02050三花智控呢幾隻。咁再嚟講下小米 Q2 嘅收入係1089億元嘅，但係點解小米嘅利潤會下滑咧？佢有3大核心原因，就係存儲晶片嘅升價，呢個係最大嘅外部變數。咁同埋汽車加 AI 戰略性嘅投入係加大嘅。咁造車嘅 Capex 啦，同埋 MiMo 大模型機器人元界晶片研發，佢哋嘅第二季度嘅 Capex 係36億，咁其中創新業務就佔去咗24億。最後仲有一個原因啦，就係行業競爭嘅加劇。好，我哋最後都嚟講一下幾隻個股。咁首先就係美團03690，佢嘅綜合評分係去到76分嘅。消息面上啦，宇樹科技今日咧喺科創板掛牌上市，咁市值就去到4449億元。資料顯示啦，美團啦都係宇樹科技持股比例最高嘅外部股東。咁喺技術教學方面，大家都可以去做一個波段。
喺87附近就關注一下呢個價錢。咁第二隻就係 Lumentum，呢隻佢嘅綜合評分係去到51分嘅。咁同樣啦，大家呢度都可以做波段，留意佢嘅價位就係850附近。最後就係00981中芯國際，佢呢隻綜合評分係94分，可以留意一下72附近嘅價錢，都係做一個波段。咁中芯國際佢係大陸唯一一隻全站式晶圓代工龍頭，佢係國產半導體製造嘅核心資產，同時都有半導體週期嘅屬性。咁大家同樣都可以打開我哋嘅方德個 app，就撳開牛熊證，咁就有指標出嚟啦。喺特色指標方面啦，佢喺牛熊點 Pro 日線係處於一個牛抬頭嘅狀態，咁就預示中期嘅趨勢係向好嘅，但係短期調整壓力咧就加大。如果持續調整嘅話，就可能導致日線嘅趨勢走壞嘅。譬如話60分鐘半為牛抬頭信號，就係轉向短中期看多，咁就要留意短期調整程度，隨時控制翻嘅倉位。